Mostar 係波斯尼亞境內嘅一個地方。喺1992年南斯拉夫內戰3年戰爭裏邊，死咗近20萬人，200萬人流離失所，直到北約嘅介入，喺95年終於簽訂和平條約。而家 Mostar 街上嘅建築物仍然留有當年嘅子彈孔。入到 Mostar 嘅老城區，地上邊有光滑嘅石頭，兩邊都係賣食物同埋紀念品嘅商店。Mostar 嘅房屋屋頂好多都係用石頭做嘅，就係當地特有嘅軟質石灰岩，俗稱豆腐石。曬乾咗變硬，鋪成咗多層嘅屋頂，兼具隔熱、防水、抗風、集水，係傳統嘅智慧。老橋係連接兩邊構成嘅橋梁，建於16世紀嘅奧斯曼帝國時期。係當時世界上最寬闊嘅單拱橋。橋上邊嘅石頭十分光滑，行走嘅時候要踏住地上拱起嘅橫條，咁就唔怕跣低啦。橋上邊不時有跳水員喺橋上邊來回走動，向大家收取小費，募集到一定嘅金額先至會作跳水嘅表演。大跳橋原本其實係當地居民嘅成年禮，依邊廂等唔到大叔跳橋，另一邊廂另一位嘅大叔就因為天氣太熱，自己跳咗先啦。舊城區裏邊嘅餐廳食物質素唔錯，其中一間餐廳嘅特色甜品，第二日我哋包咗一架嘅的士
去咗 Mostar 近郊嘅3個地方。克拉維察瀑布，瀑布十分宏偉壯觀。瀑布嘅高度大約25米，整個湖環繞住瀑布半徑係120米。規模唔算大，正正就係因為規模較小，唔似得大多數嘅大型瀑布咁樣難以接近，遊客可以坐小艇咁樣作近距離欣賞。波奇維泰係內雷特雅河左岸嘅一個歷史悠久嘅村莊裏邊一個以石頭建成嘅要塞，係波斯尼亞國家級保護文物，亦都係一座露天嘅博物館。呢座塔建於1383年，遊客通常可以爬到要塞嘅頂上邊去欣賞全景。布拉加伊修道院約喺 Mostar 南方約11公里，建於16世紀嘅鄂圖曼帝國時期，係一個回教嘅修道院。從停車場開始，道路嘅兩旁就鋪滿咗紀念品嘅商店同埋小販。修道院前邊兩邊嘅河岸都建咗唔少嘅餐廳，依山傍水嘅特殊景色值得一看。下一站我哋到咗薩拉熱窩，波斯尼亞嘅首府。一聽到薩拉熱窩，你就會想起戰爭。的確，喺1992年到1996年南斯拉夫內戰時期，戰爭導致咗大規模嘅破壞同人員嘅傷亡，所以當地經常見到一大片嘅墓園。喺薩拉熱窩，你會不時發現地上有一笪紅色嘅漆油痕跡，睇上去好似鮮血咁。佢原來有一個好有詩意嘅名字，叫薩拉熱窩的玫瑰，但係卻係標記住戰時曾經被炮彈轟炸、鮮血淋漓嘅慘痛回憶，提醒下一代勿忘血嘅教訓。呢個係薩拉熱窩嘅老城中心，塞比尼噴泉，有賣着宿嘅小販，方便遊客喺廣場嗰度位置白鴿。喺老城中心附近
遍佈咗售賣紀念品嘅攤位同埋餐廳。喺波斯尼亞居住嘅人主要都係信奉伊斯蘭教，傳統係唔吃豬肉，所以牛自然地成為咗當地嘅主要肉類。大名鼎鼎嘅拉丁橋喺1914年，一位波斯尼亞嘅塞爾維亞裔學生喺拉丁橋嘅盡頭轉角處暗殺咗當時奧匈帝國嘅王儲斐迪南，成為咗第一次世界大戰嘅導火線，將整個嘅歐洲國家陷入咗戰火。市政廳建於1891年，展現咗奧匈帝國時期最具代表性嘅摩爾風格建築。老城區嘅耶穌聖心主教座堂，薩拉熱窩舊城區嘅石板小巷，有一系列獨特風格嘅小屋，裏面都係一啲嘅小商店。我哋下次又再見啦，拜拜。